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那欢迎大家参加今天记者会。那今天记者会是由指挥官亲自主持，另外由罗班员跟我一起参加。那开始先由王指挥官先针对我们今天的降级解编的做一个说明。好，今天下午是我们指挥中心第159次会议。好，那行政院陈院长、还有秘书长、还有罗政委，好，那有一起来参加这个指挥中心会议。那么我想，院长在听取了我们指挥中心的报告，好之后，那么他就指示2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新冠肺炎它从法定传染病的第5类改成第4类。好，那第2件事情是指挥中心就解编。好，那这2件事情都是从5月1号开始实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指挥中心从2020年1月20号开始到如果到4月30号，今年的4月30号解编，总共是1197天。好，那其中1级开设的部分有1159天。好，那这个部分跟大家这个报告一下。好，那么这边有一件事也跟大家说明一下。今天在会议的一开始的时候，那么陈院长就带领着今天参与的这个几乎是所有的部会的首长、部长，那还有指挥中心的所有的干部，还有组长、副组长这些，还有全国六个区管中心的正副指挥官等等。好，那向因为新冠肺炎去世的同胞表达哀悼之意，那同时也起立默哀。好，那这个是我们刚刚照的照片，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我想，主要的我们的考量，关于这个改类的部分，那我想从第5类改成第4类，主要是因为这个疾病它本身流感化。那我们其实从3月20号，观察到现在，我们通报定义改变之后，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所谓的重症、中重症的比例，或者是我们死亡的这个比例呢的人数，那都下降。那我们也参考到其他国外的疫情，那看到这个新冠肺炎这个疾病呢，它本身是一直在朝向流感化的这个趋势，那已经形成，而且一直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就把它从第5类改成第4类。那么我们在这个中间呢，我们也去检讨了这些相关的这个工作。其实我们从去年的10月，那开始边境开始逐渐解封，那很多防疫的措施逐渐松绑。那我们是采用这个逐渐松绑，比较稳健、比较慎重的这个态度在做这些事，一直到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个防疫措施逐渐都已经解开了。那么我们比较关心，另外更关心就现行的重点工作，也就是我常提起的，就是在我们中重症的病人的照顾，另外就是脆弱族群他的这个领药，还有我们长照机构相关的这个监测，还有给药，这些工作，再加上我们的疫苗，那我们的疫苗+1的这个活动也继续，那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今年每一个人能够打1剂的这个 COVID-19， 目前这个政策都没有改变。那么这些工作呢，已逐渐常态化了，所以在疾病已经流感化，那工作也常态化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就建议这个指挥中心那解编。那么其实在这张手板上面我们可以看到，那5月1号我们没有指挥中心解编之后，那会由卫福部来主政。那我们
会成立一个 COVID-19 防治联席汇报，那我们每个月会开一次，那必要的时候会再加开。那么另外也会有这个专家咨询小组的成立，那么如果有跨部会的事情，那我们也会以这个联席汇报，请各部会来开会来讨论，来防止这个疫情的变化，或者有新兴的这个变异株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威胁。那考虑到这个其他的国家的部分，我想我们日本这边已经宣布5月8号它防疫要降级。那美国这边是宣布5月11号要结束这个紧急疫情状态。那5月初 WHO 会讨论是不是把 PHEIC 给解除，那么预期可能也是会解除。那我想这些相关的措施，待会我会请罗副那再做比较详细一点的说明这个吗？先好。好，那我这边继续说明，就是我们在5月1号防疫降阶之后应变的4大工作我们会成立 COVID-19 防治联席汇报跟专家咨询小组，都是在卫福部之下来运作。那必要的时候就是跨部门来因应这个疫情可能产生的一些新的威胁所以主要的4大工作重点，第一个就是还会持续做疫情的监测而且我们每个礼拜还是会在我们星期2下午的疾管署的例行疫情记者会跟大家报告这个关于新冠还有其他的这个大家关心的疫情的一些变化。那另外在疫苗接种，很多民众关心这个指挥中心如果解编解散，是不是公费疫苗就没有了这个部分是持续在供应，而且我们也知道说这可能后续会有一些年度接种的计划，需要再提这个专家ACIP 的专家来讨论所以我们都会继续收集这些实证，然后再提到专家会议去做后续接种计划的讨论。那另外在医疗照护的部分，事实上在这个解编降阶前后是没有调整的轻症仍然是由公费继续提供口服抗病毒药物跟清冠1号，然后在这个长新冠的部分的这个染疫康复者门诊呢仍然会持续那在中重症这个属于我们法定传染病并发症这个部分呢，仍然维持公费的隔离治疗。那医疗照护机构目前事实上还有口罩以及这个陪探病管制等等这一些都还会持续下去。那最后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说，因应这个疫情，也不知道后续会不会再有一些这个升温等等的变化所以我们除了就是定期会盘点全国的医疗资源跟防疫物资之外，我们也会视这个疫情监测发现的这些变化，例如说是不是有新的高危险的变异株，或者是有住院重症增加的情形来启动这个跨单位的应变包括就是说必要时可以重启专责病房、集中检疫所等等那我们的这些防疫物资的库存跟应变的产能也都可以来启动。那跟民众比较有关的，在这个5月1号前后调整的措施之一，就是家用快筛的这个实名制的贩售目前我们很多的药局、卫生所都还有在执行。那这个因应就是说，目前事实上快筛试剂在市面上流通都已经很普遍而且价格也都非常的亲民，所以我们决定在5月1号开始呢，就会让这个实名制家用快筛的贩售来退场那目前来讲，就是说这个销售的份数事实上大概就是每天是1000余份左右所以我们市面上事实上还有非常多的家用快筛还可以因应民众的需求。那我们当然也是在这个机会利用这个指挥中心即将解编，感谢就是说我们的药师、药剂生、卫生所，还有国防部、中华邮政跟仓储物流业者等等这些人长期以来在这个实名制家用快筛从去年4月一直实施到现在这1年左右的一个付出跟辛劳那如果后续民众要买这个快筛的话，就是在药局、药妆店、超商、超市事实上都有很多的通路都可以很便利的来购买。那跟这个快筛有关，也是今天可能媒体有关注的一些焦点，包括说外界有一些专家担心说，指挥中心如果解编解散，是不是会影响我们所谓的 EUA 的一些药品、疫苗跟检测？那这边整理了一个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而且目前还有这个在使用的这些产品他们的 EUA 的核准期限。
事实上可以从这张表看到说，跟指挥中心解散日有关的只有这个51件的这个新冠病毒检测的仪器试剂，多半都是试剂。那其他的这个 EUA 核准的期限，事实上跟指挥中心并没有任何关系，它都有一个明确的日期。那就这些日期来讲的话，很多事实上都还在核准期限之内，所以陆陆续续这个在核准期限之前，我们都会辅导鼓励这个业者来提出正式许可证的申请，比如说像是这个新冠的药物贝拉韦的这个药厂就已经正在申请这个正式的药证当中。那如果说它这个 EUA 核准期限届满，那到时候没有一个许可证衔接的话，事实上并不影响目前市面上所流通的这些产品，或者是政府所提供的这些疫苗药物的有效性，他们都可以在这个市面上持续的合法的贩售流通，使用到这个产品的有效期限为止。所以这个部分请民众不用担心。如果各位在现在或者是在这个未来 EUA 期限过了之后呢，在市面上买到了这些快筛，或者是由政府这边所提供的公费药品、公费疫苗，事实上都还是可以合法跟有效的继续来贩售或提供或流通，所以不会受到我们指挥中心解编解散的这个影响，请大家可以放心。那接下来就是请我们署长。我先补充一下，就是关于，因为今天有些媒体有报道说，这个关于这个 EUA 的这个担心，说指挥中心解编，那 EUA 就失效了。我想刚刚的重点主要是说，这些 EUA 都有明确的效期。我们先前做过一次盘整，那它跟指挥中心基本上的是脱钩的，那它效期到了，它 EUA 才会到。可是我想民众并不需要担心这个 EUA 到期，它是不能再制造还有这个输入，那不能再专案制造、专案输入都不行。可是市面上已经流通的，或者你已经买的，或者你已经领到的，那我们只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它上面的有效期限。有效期限到了就不要再使用，那有效期限还没有到都可以使用。我想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说法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请那个署长来帮我们说明一下。好，那这边我们来报告，就是我们降级防疫的这个降阶之后，那对民众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如果我们疫情开始之后，如果一旦有新的这个变异株在流行，那我们的应变计划是什么？那这个先前我们是针对轻症都会进行监测哦。那就是在3月20号之后，我们这个轻症已经不需要通报，所以我们会针对并发症还有这个病毒的变异株那还有轻症，我们是用这个健保的资料它的一个诊断码去做这个监测。另外我们也会看这个死亡还有这个口服抗病毒药物开立的数目来做这个定期的一个监测。那我们也会在每周二的记者会，疾管署的记者会来对外说明。那再来就是有关疫苗的部分我们也会持续提供给民众来施打。那也会在 ACIP 提供最新的各国的一个施打的计划，还有最新的证据，那来讨论我们未来的一个接种计划。那再来是口服抗病毒药物的部分，就是还是持续的提供公费的一个公费的服用。那如果说并发症在医院住院隔离，那这个费用都是由公费来处理，以保护这个脆弱族群。另外我们也会针对防疫物资跟医疗资源的部分来进行准备。那一旦有这个变异株的一个疫情，我们会快速的动员。所以我们会整理民众常见的6大问题来做说明。那第一个快筛会需要到哪里买那因为实名制的这个民众对于实名制的交通快筛的需求已经降低但是在市场上事实上到处都可以买得到所以实名制交通快筛虽然在5月1号退场，那可以到这个药局、药妆店、超市、超商都可以买到快筛。另外我们很多就是说相关的这个资料，还有这个资讯，一些这个疫情都可以到我们的疾管署的官网
会成立一个专区，叫这个防疫降阶应变持续的一个专区。那另外我们的这个疾管家还有台湾社交距离 APP 跟192也都可以查询最新的一个讯息。那如果快筛阳性的话怎么办哦？那这个部分延续3月20号的轻症免隔离，那采自主健康管理0+N。那这个部分就是建议民众在家休息直到这个症状缓解哦。那如果需要就医的话，那就是这个需求哦。那另外也提醒，就是民众可以戴口罩、勤洗手。那到这就医的时候告知这个检验阳性的结果。那对于有重症的高风险因子，比如说65岁以上或是有慢性疾病，还有这个孕产妇等，那请尽速就医评估是否需要开立这个公费口服抗病毒药物。那如果有警示征兆的话，那就是也是必须要立即就医。那第三个大家关心的是费用的问题哦。那如果说是轻症，但是有高风险因子的这个患者，那口服抗病毒药物都是公费。另外，如果是确定病例的一个个案，那符合我们的通报的定义，它的住院隔离费用也是由公费来处理。那对于长新冠的一个病人那我们的这个健保署还是会持续提供所谓的染疫康复者的门住诊的一个整合计划。那在这个指挥中心解编后6个月，还会再持续的一个收案，那持续的提供整合式的照护。那还有新冠疫苗到哪里打那我们的这个公费的新冠疫苗还是持续会根据地方政府提供的这个接种的合约医疗院所或是接种站，那我们会在我们的专区上面会提供各地方政府的一个接种疫苗的院所资讯。那我们还是会在我们的 COVID-19 疫苗接种院所地图来更新。那口罩的规定的部分，会持续我们从4月17号才刚改这个口罩的一个规定目前只有剩下医疗照护机构跟这个救护车的规定是一定要戴口罩，那其余都是建议或者自主。那这个部分会维持到这个5月30号，那再由各相关的一个机构来进行检视。那可以得到防疫资讯的讯息的地方，有从以下的管道来进行查询，包括我们的官方网站、192的防疫达人脸书专页，还有我们的疾管家 NIAID。另外，我们的每周二这个罗部都会召开例行记者会来进行说明。另外，我们的社交距离 APP 还有192的防疫专线都可以提供最新的一个讯息。另外，我们会在防疫降阶之后，那民众常见问题都会拍成相关的影片，也会放置在官方网站。那会运用各式的一个平台来对民众来做宣导。那如果当我们疫情中心解编之后，如果未来有疫情再起该怎么办？那这个部分，第一个是我们的防疫物资跟药品的储备非常的充裕。那这边是有关我们的防疫物资跟药品的一个部分，那都有相当这个库存那像这个口服抗病毒药都可以足敷9个月以上的一个使用量。那防疫应变的机制的部分，我们5月1号指挥中心解编之后。那卫福部会成立一个应变的一个汇报
那这个部分就是由卫福部来负责，针对如果有任何的监视这个疫情来做相关的一个应变措施。那如果有需要跨部会的一个联系的话，那我们卫福部也会召开相关的会议。另外，我们的专家咨询小组也会，指挥中心的专家咨询小组也会转衔成为我们的卫福部啊，这个在这个防治疫情防治的一个专家COVID-19 的疫情防治的工作小组啊，那这部分继续提供这个专家咨询。那另外，如果说有发现到住院或重症率的增加，或出现高威胁的一个变异株，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启动这个跨单位的应变。另外，如果说有需要启动这个专责病房跟集中检疫所的话，那我们也会快速的启动。还有针对物资需要快速的释出这个防疫物资的部分，也都会根据我们手上的一个库存来进行这个阶段性的一个释出。那另外我们也会跟经济部合作，启动国内的一个应变的一个防疫物资的一个产能。好，那如果说需要这个因为疫情的变化需要启动这个应变措施，其中是有关医疗量能的部分，这边包括专责病房跟这个集中检疫所。那像专责病房部分，我们会第一个阶段就会启动这个500床以上的这个急救的医院，它的这个3%的急性病床数成立为专责病房，那大概是有1850床。那第二阶段就是启动5%的专责病房，那大概是3000床左右。另外，集中检疫所的部分也会分2个阶段。第二阶段会启动国防部的10个检疫所，大概是1500间。那第二阶段则是针对我们公部门都会有一些相关的住宿场所，这边有21处，那这边大概是有2000间左右。口罩部分，那我们的医用口罩目前大概有2.76亿片大概可以提供给每个人大概平均大概10片左右。那我们国内的厂商可以生产的量能是1天大概生产1200万片那如果说有紧急的需求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库存紧急释出，因应这个紧急的民生医疗的一个防疫需求，这个部分可以提供民众每个人5到10片。那再来是如果是第二阶段的部分，我们会提高我们的国内的产能到每天3000万片，并进行紧急的采购。那快筛试剂的部分，目前现有库存有6000万左右大概有一个人可以发3支左右那快筛试剂的一个国内的产量，目前1天大概可以产20万剂所以如果发生了一个紧急疫情化，那我们第一阶段可以释出现有的库存。那第二阶段则是提高国内的产能到每天65万剂。那必要时也会启动专案进口。那这个时候在1个月内可以进口大概2500万剂。至于 COVID-19 的疫苗的部分目前现有库存大概是有580万剂左右这是各类型的一个疫苗。那我们在未来还有大概 Novavax 有96万剂的疫苗那未来还可以再叫。那还有莫德纳的大概是1500万剂的次世代疫苗。这个部分莫德纳部分是可以提供给我们最新的次世代疫苗，只要它有新的产品我们就可以拿到最新的一个疫苗株的一个的 COVID-19 的疫苗。那这个部分1500万剂可以让65岁以上的民众大概接种2剂，那其他也可以供其他年龄层的民众来接种。那有关这个疫苗莫德纳的疫苗的部分，在下单后可以在2到3周内到货，那到货量大概至少就是有200万剂。那康美卢药物的部分，目前我们的库存量就是可以
至少可以有9个月以上哦。那这是这三大类的抗病毒药物，它们的库存跟预估尚可使用的天数。那瑞德西韦部分，我们还有大概7万跟开口合约4万剂。那贝拉韦的部分也是还有现货10万，还有开口合约20万人份。那莫拉皮拉韦则还有现货10万跟这个开口合约10万人份哦，这边都还没有进口。所以我们如果下订单之后，那交货期程大概是2个月。我们目前会针对我们的库存来做最好的一个运用。那最后说明就是，如果说我们的防疫物资跟这个药物的部分哦，如果说在自由市场有产生这个恐慌性的一个抢购，那有供需失衡的现象，那我们会启动这个实名制的方式来进行。那也会依各项目我们的库存量及它的效期会进行这个绩效处理，以及滚动式的一个检讨，那确保防疫物资的一个品质，然后保障民众健康。以上。好，我想这也是我们手板最多的一次哈，就很多这个，我想跟民众宣导的部分，我想比较强调，因为指挥中心解散，那但是其实我们相关的工作还是会持续的进行的哈，那只是阶段性的把这个我们的资讯提供给我们民众。好，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些，也就是说我们在解编之后。当然了，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规划一个后疫情时代的这个防疫的这个白皮书了，也就是说我们会请专家来做讨论。那这个主要是针对未来如果有新兴的这个传染病，那我们从这一次的这个3年的疫情当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就好像在当年我们从 SARS 学到了什么，那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准备？那么这个部分我们会请专家，那也是会请我们的这个张尚存召集人，来召集这些专家来做相关的讨论，有各种的领域。那么我们指挥中心解编之后也会出一本书，就是指挥中心工作的纪实的这个专书。那么结束之后，我们会开始做相关的这个调查，收集资料、访谈等等，那把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防疫的过程做一个详实的这个记录。另外，我们也会对现行的这个防疫体系的管理的制度，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困难，我们会做一些检讨。那未来如果假设有需要修法，或者是说需要行政院或者其他部会的协助。或者是说在组织面、财政面、人力面、治理面上面，那有什么问题，那我们也会全部把它提出来，那做相关的检讨，还有将来如何的这个改善。好，我们今天报告到这边，好，可以提出问题。好，中时。指挥官好，这边3个问题要请教。第一个是说，我们从第5类改为第4类之后，就是有关那个确诊者的那个通报的时间有改成说多久之内要通报吗？那第2个问题想要问就是有关疫苗的部分，就是在因为我们刚刚有个表格嘛，那其中有想问说，例如高端的 EUA 效期是到什么时候，以及清冠1号的 EUA 是到什么时候？那清冠1号的 EUA 是之前是不是有延长？那他们现在有没有在申请正式的药证？那最后也想问说，有关之后的1500万剂的那个莫德纳次世代疫苗，因为我们之前的合约是提到说是在这2年内要进口嘛，那现在我们现有还有500万的库存，那只有这1500万剂，我们之后将由谁来出面去协商？是不是有可能之后会分散到几年内要来完成进口？好，这个5改4的部分通报。5改4的部分，通报时效跟隔离的条件跟隔离的规定以及解隔条件，在这一波都没有调整所以就是说，目前来讲，它虽然从第5类改成第4类，但是它仍然是属于并发症在24小时之内需要由这个医事人员来通报，这个部分并没有调整那这个尸体的处置这个部分也没有做调整。
那至于说 EUA 的部分呢，因为我们这边只有列，就是说现有在使用中的哈，所以高端我们并没有把它列上去哈。那在这个清冠1号部分，那它的 EUA 在这个中医药司这边核准是到明年的6月30号，那我们也会在这段期间辅导他们来针对这个临床的试验效应等等这边赶快提出一些比较科学方面更进一步的报告。好，就是说清冠1号的部分，它的 EUA 到明年了，明年6月30号。那药证他们现在正在想办法在申请当中哈。那至于说莫德纳的这个还有1500万剂的这个部分，我想如果有新的产品，那当然我们会进新的产品。那比较新的这个变异株比较适用的，那么会让我们的这个脆弱族群先来施打。那么至于说交货的期程，我们已经开始谈了，已经开始谈。那现在是希望，如果说我们施打的，当然如果说疫情在一起，施打的状况比较需要，那当然就是进来就直接打。但是如果施打的情况不理想，那是不是也可以跟这个公司这边再谈，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延后进口这个部分，我们还要再跟对方再继续的再谈这些事情，这样。联合报，我这边一样也是想要请教一下疫苗问题，就是刚刚有讲到说我们疫苗上还有剩下500多万剂嘛，那这个疫苗加1的活动到4月30号，然后5月1号起疫苗也可以收挂号费，那这剩下的500多万剂我们将如何运用？那另外就是也想要请教一下说，指挥中心就是经历1100多天终于要退场，那也想问一下指挥官为整体防疫打了几分这样子，谢谢。好，我想。疫苗如何运用了哈？当然，因为刚刚那500多万剂里面，其实有200多万剂是各种其实幼儿型的了哈，还有一些是单价疫苗。那像这些单价的疫苗，目前来讲，我们看到的还是说还没有施打过的，那我们还是会请他来打这个单价的疫苗。那如果是已经要打加强剂，当然就是用这个首次世代疫苗来打。那各年龄层还有一些区分了哈。那如何运用？就是说，希望该打的还是来打这就是我们的运用。那当然，这个还要透过我们持续的那催打，那让我们的这个疫苗加1的活动能够持续的下去。那刚刚你说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这个不适合由我来打分数了哈。那我想，我这边要跟大家报告，代表指挥中心的所有同仁跟大家报告。我想在这3年多以来，我想我们很努力，那尽心尽力的把我们的工作完成，那我想，他的成绩，我想是应该由全民来打，那我认为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好。那不好意思，我想追问一下，刚刚说会持续追打，然后疫苗加1会持续，所以是说会延长超过4月30号？当然，我们其实本来设定在3月跟4月是一个催打的这个，就是配合一些活动。那这些活动停止之后，如果我们民众想打，还是可以来打，当然还是可以继续打。那另外是不是会再有其他的活动？那我们会看这个国际上的趋势。那例如我们看到美国，他希望是在秋季也是一年打1剂的一样的概念。韩国也是一样的概念，1年打1剂。那到了这个看看 WHO 这边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建议，那我们参考这些建议之后，再看要怎么样再做这个后续的这个活动那 ET Today。指挥官好，我想问一下口罩规定的部分。我们刚刚是说，就是因为我们目前是剩下医疗照护机构跟救护车要戴到，还要戴口罩嘛？那刚刚说会维持到5月30，那是不是只说6月份之后我们就会口罩全面解禁，还是说后续会变成怎么样的情况？是不是可以再详细说明一下？第二个是不是可以请罗副，就是因为刚刚说新冠从第5类改第4类，它其实目前通报跟规定是没有改的，那它比较主要的就是改变的意义，是不是可以再帮我们说明一下？谢谢。好，那改成第4类，事实上有一些细的部分比较跟民众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说，在检验的部分，那这个检验机构会有原先是这一个
就是由我们指定的这个部分会通过一个认可的程序，成为认可检验机构。那另外就是说，执行这个新冠相关的防治工作致伤病的这个工作人员的部分，有一个补偿办法。那在第4类的时候虽然是不适用，不过因为我们的特别条例在6月30号揭晓前，它有这个相关的这些补偿赔偿的条文仍然适用，所以我们也有成立一个新的办法来让它可以延续到6月底。所以它在改类的部分，事实上在医疗端或者在民众端都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只是说从这个位阶比较是从我们的大流行的这个重点的疾病呢，转成比较是地方流行的一个疾病，所以它在这个防治体系跟防治工作部分，在未来也会慢慢的往这个地方的卫生单位这边来主责，来慢慢的这个做调整。不过因为目前是在转衔过渡期，我们还是会用这个卫福部的防治联系汇报来因应可能后续一些不确定的一些变化，所以这个是一个调整的一个过渡的过程。不过很多国家目前都采取这样的一个防疫降级的措施，就是把这个可能新冠的这一个等级调成跟流感类似。那我目前流感并发症目前也是在第4类的法定传染病。那关于口罩的部分，那由于现在我想我们各个医院那疫后这个非 COVID 的这些相关的疾病，那我想也有一些反弹的这个状况，那所以这个医院的这个业务那也是相当的繁忙，那人也很多，再加上说我们现在正在处于这个季节交换，有时候忽冷忽热，那一些所谓的流感啊、呼吸性的疾病，那也都还算是蛮多的所以在医疗院所的时候特别容易互相传染。那当然长照就更不用说，长照我们有比较脆弱的族群比较多了所以我们在医院跟长照机构这个部分，也就是现行的这个口罩部分，暂时不会做更动那我们会再持续观察，再做决定。目前没有考虑要做进一步的开放。那为什么我们会提一个5月30号？就是先提一个阶段吧大概是我不知道那30号。对，因为每一次口罩规定，我们事实上必须要公告啦那这个公告会有一个期限，所以我们这次公告的期限，因为当时在公告4月17的时候不确定这个指挥中心何时会有降级或者是解编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当时的公告是到指挥中心解散后30日为止所以因为5月1号会正式解编，所以就会有一个5月30号这个公告会失效。不过在公告失效之前，我们会再跟相关的这个部会来讨论，包括说卫福部、退辅会，这个是针对医疗还有照护机构以及这个荣家的部分。另外在救护车部分会跟这个内政部消防署再来讨论看他们是不是有需求或者评估整个国内国际的一个针对这个口罩规定的这个调整我们都会再来进行一个检讨，看6月的部分是不是要延续或者是做进一步的处理。那指挥官刚您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目前还是倾向于继续维持一段时间，对不对？是，没有错。谢谢。是。台视。在台视提问，5月20、21日是国中会考，很多爸妈都在问可不可以开放家长陪考。这个就以后就是都问业管的这个部会了那像这个部分的话，就要问教育部的这个相关规划忠实。不好意思，想追问一下，刚刚有提到说第5类转第4类，但是我们等于说，第4类的流感并发重症的通报时间是规定24小时到1个月内，那为什么我们新冠已经降第4类了，可是却是维持第5类的做法？好，刚有提到这是一个转衔时期所以随着这个疫情如果继续稳定，然后它的这个威胁性也借着降低，我们有可能未来也会针对这个新冠并发症目前是规定必须要隔离治疗，在这个比如说单人或者是隔离病室里头的规定在做调整，就是说感控措施如果进一步放宽，它就会越来越能够像流感并发症一样是一个在住院当中遵守那个流感相关的一些感控措施而已，不一定要这个接受这个隔离治疗在这个单人病室。不过目前来讲，我们也经过专家这边的讨论针对这个隔离的部分还没有办法立刻去做放松，我们会再看后续疫情的变化再来处理，因为主要是要保护
这个医院当中其他同病房的一些这个也是属于脆弱族群的这个部分。那通报时效24小时，就是因为它必须要这个通报之后，必须要卫生单位这边来开立隔离治疗通知书哈，所以如果说有这个通报比较晚的话，那就会影响到这个隔离治疗通知书的开立，那对于这个隔离的处置也会有这个时效上的影响。好 ，ET 的对。主任好，刚刚其实在讲那个莫德纳疫苗的库存的时候，其实有讲到还有单价疫苗给还没有打过基础剂的人嘛。但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说，是不是要评估让这些没有打过疫苗的人一开始就接种次世代疫苗的议题，然后会提到 ACIP 讨论。那是不是可以就是讲一下，大概目前 ACIP 那边会议有相关准备讨论这一题吗？那时间还有可能还有哪一些疫苗相关的议题我们正在规划当中。第二个想确认一下，就是我们之后成立的专家小组，所以也是由张尚存担任召集人，这样子对吗？好，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是，还是请张尚存副校长担任我们的召集人。那只是说，因为他是由卫福部来聘那所以这个是有一个改聘的这些相关动作。那至于说 ACIP 的部分，我请那个庄署长来回答。有关次世代疫苗的部分，事实上在美国，它是 FDA 跟 ACIP 都有做这样的建议啦，所以我们这边也是在 push 这个比如说莫德纳公司，他们尽快把提供给这个美国 FDA 的一些相关的资料，也提供给我们的食药署这边来做榜单的一个改变哈。所以这个部分事实上它还是需要一些资料。那另外还有，其实在上次的 ACIP 的会议，我们有针对这个议题来讨论。那因为相关资料也不多所以ACIP 的我记得他是说在观察在讨论。那至于未来这个议题就是我们请莫德纳公司在持续的。请他们加快这个提供这些数据，我觉得还是要给食药署这边他们如果可以根据，其实未来事实上他们现在的单价疫苗也只有剩下幼儿的那个型别，成人型别也没有所以如果未来事实上都有可能他们连单价的幼儿也都不生产的话，那事实上就是实际也只能有提供次世代疫苗了。那这部分我们也会纳入未来这个ACIP 的委员会来进行讨论。那当然还会大概可能6、7月的时候，未来如果有新的就是说听说了他们6月的时候有可能会送美国食药署就是有关新的疫苗株就是针对目前在流行的变异株的部分，那选一株这个当做疫苗株那可能在6月的时候。有可能会新选出来，那这个时候莫德纳跟 BNT 就会做这个制造新的次世代的疫苗所以如果说他们有制造新的一个次世代疫苗出来之后，那我们大概可能9月、10月的时候就可以拿到这个新的次世代疫苗，可以提供民众的一个施打。当然这些部分也都我们预定，可能如果他们6月有做了这个决定的话，那我们7月也许可能是7月再来开这个 ACIP 委员会以上。庄署长，我想确认一下，所以说那个就是刚刚说要请莫德纳提供资料，这样的话我们是食药署要先做访单改变，然后 ACIP 讨论嘛，流程会应该是怎么样去做？应该是说，食药署那边他们如果要做的比较好一点，当然是食药署这边要去做变更访单的一个部分了哈。那再来就是我们当然 ACIP 这边也要去讨论，通常都是食药署要先做，然后才会是 ACIP 的部分。好，进电视。你好，想请问一下，说指挥中心这边在这个解编之前，有没有考虑过说什么时候会开放那个中国团科的出团禁令，何时会解除？有没有进一步的规划？谢谢。好，我想这个部分目前已经都回归到两岸事务的权管单位去做处理了。好，也就是说还没有解编之前那到目前为止已经都是由这个权管单位在处理那
所以可以去问一下这个像类似陆委会他们相关的这个决策单位。好，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好，报道者。你好，我想请教一下，上次有提到说那个传染病防治法2次修法，可以请教一下现在最新的状况？谢谢。署长。上个礼拜有进行这个2次的修法啊，不是就是有关这个行政院第二次的修案的法案的一个讨论啊哈。那我们预计这个礼拜还会再做第3次，那有些还在做进一步的一个讨论。那当然如果这边这个礼拜可以通过的话，那就可以尽快送这个立法院来审查。好，如果好，来东升哈。就是说刚才有提到 EUA 高端是没有列在上面的。那再来，因为流感疫苗部分，这次高端它是以最有利标得标，那想请问一下这部分能说明一下吗？然后另外还有说，目前看到 EUA 的期间，大部分疫苗都是到今年年底为止。那如果明年还有公费疫苗吗？那可能是会继续施打哪部分？好，有关高端的流感疫苗的部分，那过去都是只有3家在投标了，包括国光、赛诺菲跟东洋啊。那为了分散风险，所以过去都是用疫苗的一个单价还有复数决标的一个方式来办理哦。那像去年就是购买了640万剂哈。那今年因为新增了这个高端这一家，所以投标厂商增加为4家哈。那由于各家的厂商他们的疫苗的制程，还有核准适用的年龄、单价跟这个最大供货量都有差异哦，所以为了确保这个厂商的一个履约的品质，还有这个顺利的一个供货，所以我们今年就首次的采这个最有利标。那它的方式就是说，让这个我们组成一个专家委员会。那针对各家厂商，他们提供他们的疫苗的一个疫苗的一个产量啦，疫苗的效益，对不起，针对疫苗的效益、价格，还有厂商的一个履约能力、供货时效，还有额外供货的一个配合度，跟厂商企业社会责任这几个项目来进行评选。那根据这个评选之后来择定这个序位前4名的。来作为这个最有利标的厂商，那就依照这个序位来提供这个价格，提供这个供货的一个比例的一个数量。那今年购买的量是698万。那详细的这个数量的部分，我们在前几天有发布给新闻稿，可以再参考。以上。我想这边我再补充一下关于这个流感疫苗、高端流感疫苗的这个事情啊，我想。一向啊，就是我们如果是在国内合格的厂商，那关于这个流感疫苗，如果是有证的，那我们都是复数决标了，以前也是都是复数决标，也就是说他有资格来投标，那我们会排序位，那从前都是用价格来做这个唯一的因素，那价格低的会得到第1顺位，那接下来是第2、第3顺位，但是因为现在厂商越来越多了。好，那我们不只要考虑价格，也要考虑到它的这个履约能力，好，也要考虑到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品质。当然，价钱本身也还是会考量。综合这些因素之后，我们会再排出序位。那今年我们现在国内有5家有证，好，那有4家有来投标。那顺位分别是第1家是国光，第2家是。赛诺菲，第3家是东洋，第4家是这个都是高端，好，高端是最后一个序位，好，我想大致上的情形是这样子的。那刚刚你问到说疫苗的这个 EUA 快要到今年有一些会到期，好，那是这样子，这个疫苗部分比较困难哦，那它还在变动，哦，也就是说我们不确定说未来它的变异株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它疫苗本身还会在变动，好，那所以。他们比较不是这么容易来马上来申请这个药证。那当然我们也鼓励他们就现有的这个产品来这个申请药证。那这个部分我们会看这个未来的变化。那如果
EUA 要到期了，那是不是再申请或者是说改成药证或者是展延这些那我们到那时候再来处理，因为这个还有疫情的这个变化的这个问题。那药物的部分就比较单纯那像这个我们比较常常在用这个 Paxlovid 这个贝拉维这个部分，它已经来申请药证那如果药证通过之后，它就转换成药证。那我想这些都是各厂商他会去考虑他自己的状况那决定要不要来申请药证那在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好，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到这边。好，谢谢大家，谢谢。好，我想我们礼拜4的例行记者会将会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的记者会。好，那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好。